大家好，歡迎收睇《警民同心》，我係今集嘅主持劉宗志。不知不覺，《警民同心》節目已經播出10週年。10年嚟，保安司聯同轄下各部門，秉持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同埋公關警務嘅警務理念，不斷改進《警民同心》節目嘅形式、內容同埋表現手法，強化警民互動嘅環節，務求讓節目更加切合公眾嘅實際需求。保安範疇各部門聯同澳廣視製作團隊，透過警務全接觸、警情通報、警民互動、模擬片段等不同嘅資訊板塊，製作警民同心嘅節目內容，加強市民對保安範疇部門嘅認識，了解更多嘅安全資訊，並拉近警民之間嘅距離，提升社區安全治理嘅效果。多謝大家10年嚟對節目嘅支持。今集我哋將會同大家分享一下10年嚟共同製作節目嘅感想。各位市民，大家好！警民同心開播10年嚟，始終堅持以專業、務實嘅態度，呈現警隊忠誠擔當嘅精神風貌，向市民傳遞最新嘅警務資訊。警民同心節目不僅係信息傳遞嘅平台，亦都係深化警民互動嘅樞紐，更係連接警民關係嘅重要橋樑。喺保安司3個警務理念嘅指引下，節目有效拓展咗警民互動嘅多元維度，使警力和民力緊密結合，形成強大合力。呢一種嘅警民攜手、共築安全嘅良好局面，正係警民同心節目最生動嘅價值呈現。未來，我哋將繼續凝聚社會各界嘅力量，警民同心，着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共同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嘅堅實防線。多謝大家。各位觀眾大家好，警民同心喺2015年播映以嚟，至今已經係10週年啦。喺呢10年期間，我哋透過節目介紹咗澳門海關喺治安管理、打擊偷渡、關檢工作、保護知識產權，以及喺風季期間嘅民防行動等多方面嘅工作，讓市民加深咗對海關嘅工作認識，全面了解海關嘅職責。海關嘅工作涉及警務、關務同埋知識產權3方面，與市民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海關嘅主要職責分別係維護海上治安、打擊走私同埋偷渡、對各口岸進行關務監督、打擊侵權活動、保護知識產權等等。未來海關將繼續透過警民同心節目，及時發布涉及走私、偷渡同埋侵權等犯罪嘅新形勢、執法動態以及口岸嘅各類關檢資訊等等，讓市民進一步了解與海關相關嘅法律規定同埋工作情況，藉此提升工作透明度，建立警民間嘅互信、合作關係，貫徹落實主動警務、社區警務同埋公關警務嘅理念，共同為維護澳門嘅法紀貢獻自身嘅力量。警民同心唔單止係一個節目嘅名稱，亦都係澳門海關嘅工作信念，更係保安司轄下各部門致力達成嘅共同目標。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警民同心嘅節目，繼續支持澳門海關嘅工作。我哋工會咧同埋中心咁多年嚟都一直積極播放警民同心嘅節目。節目唔單止可以令到居民同會員深入了解保安範疇各個部門嘅專業工作，仲幫助大家認識智慧警務、社區警務同埋公關警務嘅創新實踐。藉住警民同心10週年之際，我哋衷心感謝節目嘅貢獻，希望節目繼續推廣更多實用嘅資訊，進一步深化同加強警民合作，攜手共建更安全嘅和諧社區。大家好，好高興見證警民同心節目播放10週年。呢10年嚟，係澳門保安部隊同部門踐行以民為本理念，深化社區警務嘅生動見證。喺節目內容入邊，由防範詐騙到消防安全嘅教育，從應急演練到警民互動，每一集都讓我哋見到警力向社區嘅延伸。同時都希望能夠豐富家庭安全嘅場景化內容，拓闊警民喺社區嘅互動維度。我哋相信警民同心
必能築牢平安基石，共同營造澳門平安家園。其實警民同心咧喺10年裏邊咧發揮嘅作用係非常之大嘅，亦都係傳播咗好多正能量嘅一個知識啦，包括我哋國安嘅一啲知識啦，我哋一啲保安嘅部隊嘅唔同嘅一啲嘅層面嘅一個知識，可以咧讓我哋街坊朋友咧係提高自己一啲嘅防範嘅意識啦，咁了解一啲詐騙一啲嘅手法同埋一啲嘅方法，咁咧提高佢哋冇咁容易係受到呢個詐騙或者咧係受到任何一啲嘅損失嘅。咁希望咧警民同心啦，可以建立到一個友好嘅一個平台啦，讓我哋嘅街坊朋友對我哋嘅保安嘅部門咧更加了解同埋認識嘅。中轉澳門其實多年嚟咧，一直喺澳門特區政府嘅協調下，喺風後咧，我哋協助政府恢復澳門市面嘅狀態嘅，咁市民可以盡快復工復市啦。作為社區民防聯絡機制嘅成員咧，參與水晶演練同埋多次風後救災嘅工作，公司深感榮幸同埋驕傲。未來中轉澳門會繼續秉持繁榮澳門、服務社會嘅宗旨，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全力支持民防工作。作為青年社團，新青協有幸參與到多個社區聯絡機制。透過呢啲緊密嘅聯繫，我哋能夠更加快去掌握到社區安全嘅資訊，及時反饋居民嘅意見，讓彼此嘅溝通更加順暢，合作更加緊密。保安部隊走進社區，傾聽居民嘅聲音，市民理解警方嘅付出，警力民力合力維護穩定嘅社會環境。我相信，只要警民同心，讓了解取代距離，讓信任化為行動，我哋嘅社會一定會更加安全、更加團結。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作為社區民防聯絡機制成員，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本會每年都定期更新同埋完善商會民防支援小組嘅會員名單及救援機械設備嘅清單，為每年嘅颱風季做好充分嘅準備。商會將繼續履行機制成員嘅責任，與警察總局及社會各界合作，維護做好澳門民防嘅工作。警民同心節目有效增進咗市民對警隊嘅信任與支持，並讓公眾更認可警方喺預防同埋打擊犯罪上嘅努力。作為司警局大廈防罪之友副總召集人，我特別欣賞節目用心製作，團隊以生動有趣嘅方式介紹警務工作，並透過案件重演，將複雜案情化為易懂情節，有效向公眾傳遞防罪信息。這種深入人心嘅傳播方式，顯著咁樣提升咗市民，尤其係長者與青少年嘅防罪滅罪意識。警民同心節目取得咗顯著而且正面嘅宣傳成效。節目係以定期播出嘅形式，除咗介紹保安司轄下各部門嘅最新工作動態，仲發布咗罪案趨勢，呼籲市民提供治安及破案線索。節目唔單止提升咗警務工作嘅透明度，亦進一步鞏固咗警方喺公共資訊領域嘅主導地位同埋公信力，建立起一條穩定而且及時嘅警務資訊發布渠道。有啊，之前都看過啊，我覺得非常好啊，可以讓我們可以多了解一些就是澳門那些警務相關的資訊啊，也讓我們更覺得說澳門是個非常就是適合居住的城市。有個內容我覺得蠻深刻的，水晶嶼的一個防台的一個演習，因為之前在路上我有看到就是有警員，然後就帶着我們的市民，然後去做一些演習啊，去一些安全的地點去做一些防台的動作。然後我覺得這個活動還蠻特別，蠻不錯，因為畢竟澳門還蠻常有颱風的，尤其是又環海，很容易會有淹水啊那些的災情，所以我覺得這個防台的這個措施，我覺得做得蠻不錯的。咁我覺得呢個節目都拍得幾好嘅，我都幾中意嘅。咁我就中意佢入面係有一啲模擬片段，咁佢可以有啲譬如好似詐騙啊嗰啲情節，就可以令我哋知道如果遇到呢啲情況，我哋可以點樣處理，同埋都幾貼合我哋嘅生活咯。我覺得澳門治安好好啊，同埋夜晚行喺街上面都覺得好安心啊，好安全咁樣。咁希望可以保持呢個治安環境啦。大概知道嘅就係都係講關於澳門警察嘅一啲資訊啦。咁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嘅。咁樣市民了解咗之後，咁都會有多咗嗰個防範嘅意識咯。粵港澳三地警方一直保持緊密交流同埋合作，其中亦透過體育文化交流活動，持續加深警務人員之間嘅互動同埋友誼。
今年第3屆粵港澳大灣區警察運動會於10月14日至16日喺澳門舉行，讓我哋一齊感受下現場熱烈嘅氣氛同埋運動會嘅盛況。警民同心10週年嘅節目就到呢一度。如果大家想重溫今集或者以往嘅內容，可以掃描畫面嘅二維碼，或者到呢一個網址瀏覽。下集再見。